政府計劃今年之內將蔬菜批發引入單次進場檢疫機制，有菜販認為可以調節價格，有團體就認為可以增加市場嘅競爭。蔬菜嘅零售價可望會調整1到2蚊。對於政府計劃今年內率先將蔬菜批發引入單次進場檢疫機制，經營者無需持有批發市場鋪位，貨物經過檢驗檢疫之後就可以喺市場內交易。有菜販歡迎，認為可以增加蔬菜貨源供應，調節價格。差不多壟斷依家，多幾個市場，即係多幾個批發商啊，有得爭喎。好啲。如果多幾個咧，個點咧都有啲落嘅，上落嘅。哦，咁就貴翻你啊嘛，貴到乜咁啊？而家就好貴啊，攞翻嚟。而家好貴。係啊，批發商少啊嘛。有方會擔心措施可能會出現批發零售一條龍服務，形成唔公平，期望政府盡早釐清有關運作。市場係供應比係零售價，批發市場係唔可以零售價。呢個理清咗呢個理清到佢個嗰個運作嗰個運作未啊？再加上你就批發嘅街市入面有做批發，有零售，咁啊對其他嗰個零售商嚟講。對批發商嚟講，有批發市場嘅零售，批發商嚟公唔公平呢？大家咪競爭得好厲害。市販互助會表示，南粵市場部分批發商會佔用多個鋪位，過往曾經向南粵市場反映將部分鋪位騰空，等新經營者加入。佢引述南粵話會處理有關情況，今次引入單次進場檢疫機制會令市場增加競爭。預料蔬菜批發價同零售價都會有所下調。其中零售價有機會下調1至2元。比較開放啲嘅時候咧，係會即係有啲競爭，有啲競爭嘅時候咧，就唔會出現咗以前即係喺只要各自喺小貨盤喺度做經營批發咯。呢個咧我睇咧係對整個澳門呢個消費者咧係有利嘅。佢又希望民署解釋係咪容許零售商自行組織內地貨源來澳。而南粵對引入單次進場檢疫機制暫時未有回應。澳門電視台記者葉浩南報導。